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我上一條片講咧，就話特朗普嘅民望咧就新低，就跌破咗40，去到30幾。個原因係好簡單嘅啫，就係伊朗呢場戰爭咧，令到國際油價，包括係美國嘅油站出售嘅汽油嘅價格咧，大幅飆升，已經超過咗4蚊美金一卡侖啦嚇。咁呢個數字嚟講咧，就係即係俄烏戰爭以嚟嘅新高嚟。咁當然呢個唔係淨係影響美國㗎，影響全世界嘅。英國我話又經過油站咧，入一缸油咧，你又即係同以前比較一計咧，可能係多咗20%、30%嘅價錢。美國有油出啦，英國咧就大部分嘅油都要靠入口㗎，因為佢個北海咧就即係因為零排放啊嘛，要搞可再生能源啦，探油啊、轉油啊都會有到污染啦咁樣，咁所以咧英國咧都好多都係靠入口嘅。香港咧，香港冇油出啦，靠祖國嘅支援啦，靠祖國嘅支援都好啦，全世界嘅油價一樣嘅啫，會飆升嘅啫。不過香港點解係全世界嘅油價最貴咧？如果計美國係4蚊一卡侖，應該我會換算晒做 liter 啦公升啦。香港係幾多？你知唔知？4蚊美金一卡侖，美國香港係15個幾美金一卡侖。究竟發生啲咩事咧？香港依家翻嚟，我同大家計數。繼續支持我 Patreon 心直口快嘅 channel， 繼續請我飲杯咖啡。Scan QR code 同埋撳條 link 嗰度個直播嘅時候咧，請大家用 Super Chat 嚟支持我。一陣間再見。NordVPN 除咗可以隱藏你嘅身份同埋保護你嘅私隱之外咧，仲可以打破地域嘅限制。例如喺網上面睇串流影片 Netflix 咁用咗 NordVPN 之後咧，唔同地區嘅電影同埋劇集咧，你都可以睇到嘅。又例如咧，就係限定某一啲地方先至可以玩到嘅網上遊戲，用咗 NordVPN， 無論你喺咩地方都好啦，你都可以玩到嘅。喺網上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嘢，用咗 NordVPN 咧，你身處何地咧，都可以攞到唔同地方嘅折扣優惠。NordVPN 咧係一個戶口可以有6個設備咧係一齊使用嘅，一家大細都用到。用底下呢個網址，關鍵詞係 SAMNGX 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噶啦。訂購2年咧，最平係港幣32蚊一個月，仲有1個月免費添。30日內如果唔滿意嘅話咧，可以全數退款噶，幾好用噶，不妨試下。如果計liter 啦計公升嚟計啦，即係卡侖都係呢啲英美嗰啲計法嚟㗎。計1公升嚟計咧，咁就香港嘅油價咧，如果1公升咧大概係4個幾美金咁上下咧，咁4個幾美金就乘一乘就30零蚊港紙啦。31咁上下港紙。咁如果你計即係其他國家咧，原來係排名世界上嘅排名最高係世一嚟㗎。香港係世界第一咧，即係我哋真係都唔知點樣講咩説話都好，除咗話恭喜你之外，點解會咁貴咧？咁有即係唔少媒體咧都做咗一啲分析咁就大家知道啦。無論你嗰個石油咧係喺自家生產，就係美國即係或者其他嘅即係中東國家咁樣。咁國際油價咧就唔係純粹係話我自己生產咧，除咗個運費可能會簡單啲少啲，煉油嘅價錢可能會少啲，運輸會少啲，你用管道就可以解決到問題啦嘛，未必受到中東戰火嘅直接影響。不過中東戰火包括即係你霍爾木茲海峽啦。幾乎而家係封晒咁滯啦，好似話要俾買路錢油先可以過得包括一啲中東產油國家啦，被伊朗打嗰啲煉油廠打到殘晒之後咧，咁佢個產量會大幅降低啦，咁所以令到國際嘅能源價格飆升，咁去到呢個100蚊美金以上一桶，就本來係即係40幾60幾咁一路上去80、100試過120，咁。即使你嗰啲油係自己國家生產都好啦，一樣係會隨住國際油價嚟飆升㗎。咁所以特朗普話：喂，我自己有油喎，我都唔使買中東油嘅咁，唔係等於美國嘅即係呢個石油價格呢個汽車嘅呢個石油嘅錢入油嘅錢咧係會少咗嘅一樣係會飆升嘅。咁但係可能個升幅嘅量係冇咁大咁解嘅啫，咁即係呢個就係國際油價嗰個概念如果你個石油咧係即係低過人哋㗎，
平好多嘅，即係我講原油嘅價格平好多嘅，咁可能會成為呢個炒賣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個原因。咁但係當然啲產油國咧，因為真係佢有好多啦，咁佢對於自己國家嘅人嚟講，你要照顧啦，又唔係用呢個國際價格咧去賣俾即係一般家用嘅汽油啊咁樣。咁即係出現呢個咁嘅情況咧，其實對亞洲國家咧個影響係好大嘅，因為大部分亞洲國家都係冇產油嘅，所以對日本、對韓國嘅衝擊咧係非常之大嘅。中國自己有產油啦，咁對香港嘅衝擊好大嚇。咁而家咧就話即係香港嘅運輸署嘅數據咧，就根據呢個 CNN 嘅報導咧，就話香港有750萬人口咧，大概8.4%咧係有私家車嘅嚇。咁但係咧就點解會個油價會咁貴咧？咁而家咧香港嘅油咧係大部分係嚟自中國大陸嘅，80% 石油產品係嚟自中國大陸嘅。咁特區政府咧就安撫超哥去安撫香港人咧，佢係咁講嘅。喺星期三嘅時候，佢話憑藉祖國強大嘅支持，發咗聲明稿啦。香港喺全球多個地區同埋城市面臨能源短缺嘅情況底下，仍然能夠維持穩定嘅能源供應，確實係㗎即係菲律賓已經出現咗啲人喺街頭即係有示威啊，甚至有啲衝突嘅情況，就係因為呢個能源嘅問題。有啲地方甚至話係冇油啦出現有啲恐慌。咁香港咧暫時未有呢啲事發生，就因為80%都係即係嚟自祖國嘅石油供應香港。但係個問題就係香港如果從中國大陸比較，好多人去北上入油㗎我知道有啲朋友都係咁樣揸架車上去，揸架即係個油缸，你知咧都唔可以揾個膠桶去裝油係咪啊？你個油缸咧就啱啱即係夠上去嗰個目的地多啲咁然後咧就打滿個油缸落嚟北上去入油咧除咗北上消費、北上買餸第三樣咧就係北上入油咁但係就呢個香港嘅油價咧已經飆升咗15% 啦，比呢個即係伊朗戰爭之前咁大家就要問呢個問題點解香港嘅油價會升得咁緊要咧？計埋晒折扣都好啦全世界個排名咧都係最高嘅如果係講美金嚟計就15蚊美金一卡侖如果用 liter 嚟計咧就去到咧4蚊美金一個 liter 一個公升，即係大概30零蚊港紙。嗱呢個數字我係喺即係呢啲統計數據嗰度睇翻嚟嘅咁樣嗰個石油價格數俾大家羨慕下先啦。講 liter 講美金計利比亞、伊朗委內瑞拉呢啲國家有產油嘅，即係好似水咁平0.023、0.029、0.035美金咁然後一路數落去咧即使即係有啲中東國家咧，譬如卡塔爾嗰啲咧都係比委內瑞拉伊朗嗰啲係貴嘅，不過貴好少啦。咁當然即係每一個國家，除咗佢產油唔產油、煉油唔煉油之外咧，石油咧佢都會有因為唔同嘅原因咧，會加唔同嘅稅啦令到佢個價格咧係會有一個分別嘅。更加重要嘅咧就係每個國家嘅經濟政策唔同我應該數俾大家知，就令到咧個油價有好大嘅差異而家呢度一路數咧就台灣咧就係1美金到啦，1.061美金一個公升。美國咧就係1.141咁，即係大概都係即係4蚊美金一卡侖啦。我計嗰條數大概咁上下啦，一公升咁就一路數落去咧，中國就1.334嗱，呢個咧就係唔係最 update 嘅數字嚟㗎我想話俾大家聽唔係話係最即係都係有個時間差喺度嘅咁樣。英國啦，英國咧就幾多咧咁樣英國咧就1.968美金一公升差唔多啦呢條數而家一路數落嚟咧就係有啲北歐國家咧其實佢自己都可能冇生產石油啦，咁然後都有靠輸入啦，但係因為佢嗰個稅，因為佢呢個國家咧係即係環保好重要咁，所以咧加呢啲石油稅咧加得比較多嘅，咁所以咧北歐嘅國家咧普遍地說咧嗰個能源嘅價格咧都係貴噶譬如好似瑞士芬蘭挪威丹麥荷蘭全部都係去到2個幾3蚊美金一公升嘅。香港咧
哇！你見到條數真係得人驚。香港係4蚊，超過4蚊美金一公升，即係大概如果計加侖咧就15蚊美金一卡侖。而美國咧而家去到4蚊美金一卡侖咧，就大家已經係嘈得好緊要啦，牙痛咁聲啦，而令到咧特朗普嘅民望咧應聲下跌。咁大家就要問啦，點解香港個汽油價格係世一咧貴過北歐咧咁樣？咁啊，我見到嗰啲分析我都同意啦，就有4大原因4大原因。燃油嘅稅最重要嘅，其實講咗幾十年㗎啦。油站土地嘅成本咁仲有叫做能源供應嘅結構啦、市場制度啦，有冇合謀定價咧？咁呢都係講咗幾十年㗎啦。即係各大嘅油商有冇大家傾？大家好似冇競爭咁樣喎，咁啊呢個即係全球嘅香港嘅汽車嘅零售嘅油價咧每公升咧就係去到3.97美金4蚊美金啦，唔係3.97啦。全球排名第一高過丹麥、挪威、北歐呢啲好稅好高嘅國家。咁啊，大家就要問啦，點解會咁高咧？咁頭先講過第一個原因就係燃油稅。香港嘅燃油稅咧，無鉛汽油嘅每公升係徵6蚊以上嘅燃油稅㗎。咁啊，如果折扣前咧嘅零售價咧，大概係30，而家到32啦。個稅項咧係佔20%。OK， 內地咧係大概2蚊2個幾人民幣啫燃油稅。咁所以吸引到好多人咧係北上入油。大陸嘅油嘅汽車用嘅呢個燃油嘅價錢咧，比香港咧大概係1/3左右啦咁樣。咁啊，點解要徵收燃油稅咧？全世界都係咁做噶啦因為鼓勵你用公共交通工具。你唔好淨係用私家車，私家車養私家車好貴㗎喎，其中一個最貴嘅地方就係入油，但公共交通咧就平好多嘅，即係用呢個燃油稅、汽車嘅首次登記稅咧，作為運輸政策調節嘅一個部分。咁但係如果呢個人有錢，我唔自在啊，咁有咩問題咧？咁但係如果講燃油稅咧，北歐仲犀利㗎，挪威、丹麥嗰啲咧係徵收咧係50%到60% 嘅燃油稅，佢哋都係盡量減排。盡量係希望可以用可再生能源鼓勵用電動車。咁如果你用電動車，佢國家即係呢個發電嘅即係燃料係即係呢個零排放嘅，又或者係低排放嘅。咁用電動車咧可能會平啲咁樣。咁燃油稅咧，佢就用一個貴嘅呢個附加稅咧，我作為咧係 discourage 你希望你唔好用呢個私家車咁樣。好啦，所以燃油稅貴。北歐仲貴啦，咁點解香港會全世界最貴油咧？咁樣呢個就巴閉啦，呢個永遠都係土地問題。油站咧，你要起油站咧，就唔係隨隨便便㗎，要睇附近嘅環境有冇接近民居。不過而家好多油站香港都係接近民居㗎，有冇危險咁樣？咁但係咧，永遠都要攞一筆好大嘅錢嘅，因為土地契約咧係超過20年嘅，喺交通要道嘅地方。亦都有即係人口唔少嘅地方，香港永遠都係人口多㗎啦唔通你好偏僻嘅地方整個油站咩？冇意思㗎咁土地價值係好高㗎你數俾大家知。2019年12月公佈5幅批俾中石油中標嘅油站，大圍即全家油站係6億4384萬批出，唔係好大㗎啫喎，6億4千幾。太子道東嘅油站係6億2千幾萬，觀塘道嘅油站5億9千幾萬，粉嶺馬會道5億8千幾萬，大埔廣福道4億4千幾萬。如果你要計21年嚟計咧，用21年地計每年嘅成本咧係2000萬到3000萬，淨係呢個成本喎，呢個俾硬㗎啦喎。咁然後就好多啦，仲要俾地租啦，仲要起個油站啦、地下油缸啦咁你一定要。即係地下油缸等等嗰啲嘢咁咧，嗰啲入油啲槍等等嗰啲機全部都需要每時時刻刻要保持佢安全噶嘛，咁所以嗰個 maintenance 好重要啦，人力成本支出啦咁即係喺香港就係好好招呼你嘅，有個油站嘅同你入油嘅好多國家包括英國自己嚟噶啦，攞住啲槍初頭我都唔係好慣嘅，不過即係冇其他嘅職員噶啦嘛，攞完入完油之後掛翻啲槍，我咪入去俾錢咯，幾多號咯，就係咁多咯咁樣。咁所以計條數咧，呢個油站嘅地嘅成本嘅支出咧係非常之大嘅。OK， 呢個就係
即係土地問題。好啦，香港嘅油頭先講過啦嚇，即係而家話即係80%係嚟自中國內地啦，佢話無鉛汽油係幾乎100%添。咁啊應該我哋有祖國嚇偉大嘅祖國支持底下咧，應該就冇任何嘅問題啦咁樣嚇。咁但係好簡單啫嘛，即係呢個石油價格除咗受到國際油價，仲涉及成本油嘅價格啦、運輸成本啦、儲存費啦、油站營運成本啦等等嘅因素，國際油價出現大幅波動咧，香港咧有一個理論嘅，就叫做咩咧咁樣，叫火箭與羽毛理論啊 ，Rockets and Verdes 啊。咩叫火箭與羽毛咧？呢啲就講咗幾十年㗎，就係升得快，減得慢。國際油價飆升，香港嘅油站咧就好似火箭咁叭叭聲升上去㗎啦嚇，幾乎咧即係冇咩大嘅差異嘅喺時間上邊嚇，即係呢幾個鐘頭內咧就會升㗎啦。但係國際油價跌咧，就好似啲羽毛咧喺唔知40層樓慢慢飄落嚟咁樣。OK 呢個就叫做即係 Rockets and Verdes 嘅理論。點解會咁咧？咁樣咁呢叫做不對稱價格。意思就係咩咧？咁佢話可以用同煉油啊、物流嘅時間差啊、企業庫存管理即係一紮咁嘅原因啫。我自己覺得唔係咯。我自己認為就係油商做生意嘅，即係為富不仁，為人就不富你係唔夠心腸硬唔以利潤最大化作為你人生嘅目標嘅話咧，你係好難做到啲生意，尤其是做呢個石油嘅生意，你好難㗎。個原因就係你要去當風頭火勢嘅時候哇！而家打仗啦，啲油價叭叭聲飆升啦咁你就有好似大條道理，因為大家都會注意到呢樣嘢，全民都睇住哇！去到$100一桶咯，110、120咯喎，咁你就有大條道理咧，就將你個零售嘅價格咧係馬上去提升嘅。儘管你嗰啲石油唔係當下買入嚟嘅。已經係庫存咗一段好長嘅時間嘅你買入嚟嘅價格係相對比較低嘅，但係你都一定要發呢個戰爭財，叭叭聲飆升。當個油價嗰場仗差唔多完，油價跌翻落去嘅時候咧，唔覺㗎，大家啲人唔覺㗎，係嘛？因為嗰個局勢已經緩和咗啦嘛。咁你個價格咧就會慢慢跌落嚟。你亦都有大條道理話，嗰陣時嗰啲油我貴買㗎噃，咁我冇辦法跌喎。當你嗰啲油係平買嘅時候咧。你就會叭叭聲升喎，你貴買嘅時候咧冇辦法跌喎，賣完呢一批先啦咁樣。呢啲咧就係即係呢啲咁有錢佬做生意，尤其是半壟斷嘅呢個石油價格咧一定係咁做嘅。咁有冇合謀定價咧？當然佢哋否認啦。咁而家就有香港有呢個即係競爭嘅條例噶嘛，合謀定價係犯法噶嘛，監都有得坐噶嘛。咁攞唔到佢嘅證據。咁呢個咩方式合謀定價？點樣合謀定價？有冇合謀定價？你攞唔到證據嘅話咧，就好難告佢。咁但係你要睇唔同嘅油站，好複雜噶嘛，嗰啲折扣嗱喺英國就好簡單嘅啫，嗰個牌咁多就咁多，係嘛？你入咗幾多就入去俾幾多錢。但係香港咧有啲咩折扣啊，又送啲咩嘢啊，信用卡又優惠啊，係嘛？又有推廣活動嘅折扣啊等等複雜到嘔咁而家即係話30蚊。32蚊，咁可能對你嚟講咧唔係喎，我張 credit card 係可以平到1-2蚊嘅喎咁樣但係你平1-2蚊都好啦，平3-4蚊都好啦。香港嘅石油價格因為除咗國際油價飆升之外，最重要嘅就係土地問題，以及有冇機會合謀定價，有冇火箭與羽毛嘅呢個咁嘅理論，令到佢係變成世界第一。所以呢場仗咧，唔係食花生㗎遠至呢個亞洲地區，雖然唔係絕對冇可能受呢個戰火波及，英國都有機會㗎，因為話伊朗嘅導彈咧即係去到射程咧可以去到全個歐洲㗎嘛，喺香港係難啦，係咪？中國亦都冇捲入去啦不過石油包括呢個即係生活成本一定係會受到波及嘅。香港嘅油價同埋香港政府嘅政策咧，係令到咧香港人咧又多攞咗一次世界第一。除咗講恭喜之外，都唔知講咩好。不過呢個恭喜當然係苦笑咁樣講恭喜啦，係因為呢場仗如果繼續打落去嘅話咧，全世界都會受苦。
好啦，繼續支持我非常心，直口快 channel，繼續請我飲杯咖啡 ，scan QR code 同埋撳條 link 到嘅直播嘅時候咧，請大家用 Super Chat 嚟支持我，留言 share like。subscribe 同埋你廣告嘅新片上撳個鐘仔就會通知大家，多謝你支持，多謝你收睇，拜拜。